来镜头锁定在台湾，来看高雄市一间庙寺烧金纸产生着乌烟，自好是受气来检举。这间是伫在地香火真旺的玉皇宫。庙方讲，因有设置的环保金炉，也毋过昨农历的6月初6是民间的风俗保运的好日子。一天落来，参拜的人潮比过去加出1倍，这大量的金纸伫咧短时间来做火烧，才会造成这个状况。结局是环保局甲玉皇宫罚款10万块。乌烟冲上天，住伫庙边的民众，若看到这个画面，就赶紧将这个窗门关起来。就惊讲，若受到这乌烟，会影响到身体健康。代志发生伫高雄三民区的玉皇宫边，是这栋10几层的大楼，烧金纸的乌烟唔有臭味，阳台衫裤嘛拢乌乌，互因真困扰。金楼有黑烟跑出来，是金子的味道啊！会希望说这种环保的问题能够慢慢的有改善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当然是少一点好了，因为这个是有害。自豪指控讲有甲环保局检举过，不过一个问庙方却是咧发冤枉，讲环保金炉早就完成啊！实在是迄一天是农历6月初6，是民间习俗的保运的好日子，参拜人加倍，烧金纸当然嘛加倍。我们还是都配合政府啦，长的是进度多嘛。烧化纸钱的时候，能够尽量的去控制这个纸钱的烧化量哈，那避免这个闷烧，然后瞬间造成这一个所谓黑烟的情形。环保局去稽查时，已经无看到排乌烟的情形啊，是讲依照民众检举的影片开单，上悬会使依照空污法罚10万块。